自從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宮之後，世局瞬間萬變。佢嘅出招看似不按章法，聲東擊西，望右打左，令人摸不着頭腦。無論美國內政以至世界大局，都鬧到天翻地覆，令人眼花繚亂。但係經過百日新政之後，無論你認唔認同佢嘅作風，或者係佢嘅個人品格，執行手法有冇問題，戰略最後能否成功，佢除極咗興實業嘅安內，震懾流民政權，滅中共嘅攘外大戰略藍圖，其實極具邏輯，而且已經逐漸明顯。Donald Trump 對內清除 DEI 阻毒，恢復以仇恨言論、歧視言論為藉口，剝奪咗嘅公眾言論自由，遣返大量嘅非法入境者，同埋民主黨以特快嘅特赦手段，從非法入境者身份變成嘅合法移民，減省政府不必要開支，向外商招手設廠、復興實業等等，呢啲國策雖然俾極左勢力百般挑剔詆毀、負隅頑抗，但係已經初見成效。對外就有多方部署，首先發起關稅戰，先向全球各國大幅增加關稅，誘使中共報復，繼而暫緩其他國家關稅90日，同佢哋展開談判，然後以中共報復為由，只係加中共超高關稅，孤立中共，從而徹底摧毀中共經濟，使中共再冇向外興風作浪嘅能力，重奪巴拿馬港口以及其他23個國家43個港口嘅控制權，以免俾中共喺背後操控，以出口術話要吞併格陵蘭，變相警告中共同埋俄羅斯不得染指格陵蘭，去控制當地嘅豐富礦產資源，同埋威脅美國國土安全。嘗試促成俄烏和平談判，能夠聯俄打中共就聯唔到，就中共同俄羅斯一齊打。剛剛達成嘅美烏礦產協議，就有因為普京敬酒唔飲飲罰酒，拖延談判，使 Donald Trump 失去耐性，以礦產開發經濟項目變相直接出手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，兼且一石二鳥，化解中共限制對美國出口稀土嘅戰略。呢個變局對烏克蘭非常有利。由於烏克蘭嘅稀土大部分都喺失陷咗嘅烏東四周，如此一來，美國就大有幫助烏克蘭奪回烏東四周嘅意願，用關稅同埋金融手段切斷其他國家對俄羅斯嘅任何援助，拉攏印度同埋東盟諸國，尤其係越南，去取代中國製造嘅主要供應鏈，協同以色列殲滅哈馬斯同埋胡塞武裝等伊朗流羅，逼伊朗放棄發展核武，削弱中共邪惡軸心嘅力量。軍事上協同盟國防守亞洲，包括台灣、菲律賓、韓國同埋日本在內嘅第一島鏈，震懾中共軍事冒險，追究中共散播武漢肺炎嘅責任，派代表出席聯合國，一方面指出中共講一套做一套，自稱係發展中國家，佔盡其他國家便宜，又以援助國地位欺凌發展中成員國。一方面指出中共歪曲2785決議文，企圖喺國際社會孤立台灣，開始部署退出，
由中共領頭嘅流氓國家所把持嘅聯合國同埋旗下組織。以上對外戰略都直指中共心臟，瓦解中共邪惡集團嘅意圖明顯不過。最近中共夜行人吹口哨推出嘅大外宣短片《不跪》，中國不跪，就徹底暴露咗中共被孤立後嘅心驚膽戰同埋虛怯。而美國 CIA 針對中共精心炮製嘅2條心戰短片，我只是想報效我的祖國，看顧我的家人。如果我出了事，我必須找到能照顧他們的人，我家人的命運不能被他們掌控住。更不得不令人佩服美國現政府對中共幹部互相猜忌、人人自危、心理拿捏嘅精準。是時候構築我自己的夢想了。Donald Trump 捉嘅呢盤大棋勝算有幾大？中共嘅瓦解是否已經不再遙不可及？中共又會唔會垂死掙扎？不冒天下之大不韙呢？